他的亲生父亲是北海上君青木，而你不配。神尊，您拥有3界，可景昭只有白绝神尊。景昭恳请您离开白绝神尊，离开苍穹之境。若您肯答应，景昭会将一切都告知你。夏君只是想用青木和后池的故事，用白绝神尊的过往换您一个恩典。恳请您成全我的私心。我与他之事，何须他人来言？本尊今日就应该加紧修炼，恢复往昔。至于那段前尘往事，真的无关紧要。如今，我也不用再给自己找任何理由。你确实已经变了。曾经的你，虽然冷漠，但是有一颗暖心。即使谈起苍生大义，也不会让人觉得虚假疏离。如今，你无心，亦无情，还谈什么万物生灵？本尊一向以3界苍生为己任，绝无更改。就算你不念旧情，可是缘起还是个孩子，你把他丢弃在青池宫，让他自小就知道自己被自己的父神厌弃，这让他以后如何自处？本尊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本尊唾弃青木与后池的感情，他们的一场情缘，对于本尊来说就是一场错误，而缘起就是这错误的结果。本尊每当看到他，便会时时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。好一个败绝真身，好一个苍生之主！我这就去告诉缘起，他的亲生父亲是北海上君青木，而你不配。你我往后不见，亦无念。多少回忆伏笔